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各种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来听台湾歌，来体会台语歌的歌词，内底安慰手面趁食的人的心声。这条歌照各种所在，日本时代就有。买手郭金环老师重新灌录，原来真实行。歌词讲做卖豆奶，卖豆奶来过三顿，豆奶话烧的油食过啦。咸糕啊润话，雨来小休困，寒天时细阵，第一歹命就是阮。日本时代就有的歌词咧讲卖豆奶来过三顿，当然是塞单车出来卖。那豆奶，阁有烧的油食粿，阁有咸糕啊润。这项咸糕啊润，即马少年家原来较少看啊。尤其后壁歌词咧讲，确实冻人的心肝。雨来小休困，寒天时细阵。毋是干那塞单车啦，莫讲日本时代到即马，敢无讲真侪人干那塞一台三轮啊，骑一台三轮啊，就要养饲一家。受歹天啊，敢毋是安尼？尤其讲落雨天，各种若伫路面乌多摆咧扑，我看到迄落捡纸的啊，两轮车安尼咧拄，规台捡纸捡较甜，予雨安尼压，我心肝确实毋甘，因为咱拢是手面趁食的家庭。栽培出来囡仔，毋则即个歌词真正互你听，会理解讲台湾歌就是咧安慰艰苦人的心灵。毋则讲台湾歌毋是干那卖豆奶，阁有郭金文老师主唱迄条烧肉粽，阁有张区东祥作词作曲，文戏主唱我那流传到呾寿州间，阁有郭大成老师写歌词带动调的青蚵仔嫂，这拢是咧安慰种手面趁食的家庭的心肝。你讲看有影无？过来讲第二趴，真正心肝听着会阁较艰苦。歌词讲落雨天来做生意，朋友话，请你紧来买啦。剩的无偌济，有人总买去，半烧送算本钱，阮也会来感谢你。台湾歌一项特色，就是袂输讲，敢若等你的面前，伫咧讲互你听共款。这无啥物字句吼，是真深你听无的啦。袂输敢若咧开讲咧，我豆奶打塞出来啊，总是爱尽量卖，尽量销。落雨天来做生意，有人要来买，半烧送算本钱，阮也会来感谢你。无要紧啦，你总买去啦，我赶紧收起来，莫阁互我排，莫阁互我受风受雨啊啦。这就是正咱遮的艰苦人的心声呢。尤其第二拍的歌词，搁一个典故，郭正元讲互你参考。报道佳音歌王郭金环老师，伊捌亲身甲我讲这条卖豆奶就是伊细汉学着的歌。买手伊遐灌唱片，要甲这条歌灌出来，反省才想讲，家己敢若会记得头一拍的歌词啦。第二拍老师，第二拍的歌词对倒来，郭金环老师才笑讲，煞毋知影讲落雨天来做生意，这个第二拍，就是我落尾写补落去的啦，就是郭金环老师补第二拍的歌词。郭正元讲互你做参考。